舊年獲頒申訴專員公營機構調解獎，房屋署能夠喺今個年度獲得金獎，我同所有同事都深感榮幸。過去一年喺我哋處理嘅申訴個案之中，近90%都同屋邨管理有關。屋邨管理工作範疇廣泛，包括落實各項公營房屋政策、監察服務承辦商嘅日常工作，以至安排節慶裝飾、園林美化等等，目的都係為咗優化公共屋邨嘅設施同埋居住環境，提升居民嘅幸福感。過程當中，同事一直保持同服務對象同埋持份者互動交流。除咗依靠一套完善、嚴謹同埋行之有效嘅投訴處理機制，房屋署能夠多次獲得申訴專員嘉許獎，實在係有賴所有同事嘅正面態度，積極跟進所有投訴，揾出情理兼備嘅解決方案，並且將每宗投訴都視為同服務對象同埋持份者促進溝通嘅契機，令佢哋更加了解房屋署嘅使命同埋工作。我感謝申訴專員對房屋署嘅嘉許同埋認可，所有同事會繼續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，並為居民提供安全同埋舒適嘅居住環境。